2024年，我冇咗份工，失戀，朋友遠離我，同屋企人關係又唔好，望住個戶口得返個位數字，奇蹟咁樣，我反而鬆咗一口氣。我問自己，點解之前活得咁痛苦？究竟邊個令我咁難受？諗唔通，我唔諗啦，我決定行出去。我由細到大對美術都冇乜天分，但係見到油畫竟然有一種好奇心。行到一間店，對樸素夫婦招攬我，佢哋話第一次畫都唔使驚，最後老師會幫你修改，老師會幫你修改，沒關係。我話我都唔知畫咩，老師只係咁樣講，你當下嘅心情都可以畫出嚟。就係咁，我第一幅畫作誕生咗啊！嗰刻我先醒咗，原來我唔係冇天分，而係俾我唔得呢啲念頭阻住晒。當我願意攞起支筆畫，但係我喺畫嘅過程入邊，不知不覺療愈咗自己。畫完，我先明白一句說話：諗都係問題，做先係答案。以前我成日諗點解咁慘，諗到轉牛角尖。點解我男朋友會唔中意我？點解我屋企人咁憎我？點解我啲同事咁討厭我？諗到轉牛角尖，但我專注落支筆，專注落每一筆嘅顏色，我發現世界靜咗落嚟。我最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意志所在，能量誰來。你將專注力放喺痛苦，能量就會流去痛苦；你放喺創造，放喺當下，你就會有力氣行落去。攞起你畫嘅嗰幅畫，唔使。如果你都喺迷惘入面，唔好諗咁多，去揾一件令你好奇嘅事，由零開始試下。畫得唔好，有老師幫你改。人生行得唔順，我哋可以自己幫自己改㗎。加油，共勉之。我係海莉。